请揭牌。随着农业部正式公告，东山175休闲农业区正式生效，在地团体为了庆祝这项好消息，以及进一步凝聚大家感情，东山175休闲农业发展协会举办一人一菜共享共食活动，让会员朋友接量报名。我们正式通过农业部的公告我们成立了休闲农业区利用这个机会我希望凝结在地感情所以我办这个揭牌，而且揭牌我想讲会让它热热闹闹所以我就将阮所有伙伴希望伊每一出一道菜大家共同来享用这是一个凝结感情上好的方法啦。透过东山175休闲农业区的成立，协会未来也将更大力行销东山的观光甲美食，更希望会当推动在地生态旅游。希望这阮后摆要行的是一个生态旅游的部分，因为阮是山区，阮这个生态足丰富，变咱将这个生态甲保育落来，互甲外口的人有互动有一个经验的分享这是阮要努力的所在因为山顶，阮的特色就是阮适合一行生态旅游，生态旅游是目前嘛算一个介主流的一个旅游方式啦。参会这天，台南市农业局代理局长陈仲杰、台南市议员赵坤元、李宗翰、蔡玉辉，以及前台南市观光旅局长郭正惠等各界贵宾也拢出席参会，甲会员朋友做伙用餐，欢喜庆祝东山175休闲农业区正式上路。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